繼續來看苗栗中南嘅文女社區，今年能拿到國家環境教育獎社區組嘅體育，用金木水火土5項之理結合菜地特色，發展環境教育體驗課程，有效使得層面的認識菜地。大家真想唔到嘅係社區嘅學組業也會環保喎。學組副楊夢生以做現代化嘅主欄呢，打造循環高利用嘅設備。唔會有粗米，也唔會有廢污水嘅問題。唔單止同社區居民嘅關係改好，還係社區環境教育嘅其中一個位數。沙灘上的那個洞的那個洞口的形狀，就知道裡面住的主人是誰。他有個很好玩的，就是如果他是弱勢的、吃素的，他的洞口絕對是垂直。桃林園嘅生活嚟向小朋友紹介中港係海橋嘅生態，苗栗縣中南鎮文女社區有個豐富嘅生態資源，按多年來用5項生態理念同菜地特色結合起來，發展出環境教育體驗課程，歸屬民眾嘅歡迎。它是有紅樹林的河口，那除了這個特點以外，它又因為在很狹窄的地形裡面，有分很多不同的地形地貌，孕育很多不同的品種，更多的那些底層生物，那吸引那些高階的甚至候鳥，那個或者是魚類，洄游性魚類都必定會經過這個區域。那你若買10張，金指定不賣你啊！中南鎮做金原子最出名，作為歌場純到為止用唔得咧。社區沒冇同意打上去，還拿來做出新的東西。金子哈，它旁邊難免就要裁切，那裁切出來的東西就這樣子，那這樣子如果丟掉太可惜了哦，我們就把它打碎，打碎之後哦，就變成一個紙漿，紙漿利用它的纖維原理。我們把它壓製成一塊餅，這是大大的餅。它這個餅如果把它蓋上圖案，就變成藝術品了。文女社區係中南鎮人口最少嘅社區，有603人，唔過大家超過用心，向下來推動環保，做到個有成績，竟然還拿到國家環境教育獎社區組嘅體育。我們這個社區哈。人數很少，才600多人而已，60幾戶600多人而已因為我們的這個都是人情味比較重一點尤其又是我們都是宗親，都是姓葉的一個家族，所以我們的向心力很強，所以要做什麼事情，那個一廣播人就來了。重點社區要有自己發展的特色跟主軸所以說我們從100年開始有沒有？就透過居民的共識會議有沒有發展我們自己的一個文化面、生態面的特色？所以我們以5行之禮來推動我們自己的社區的特色。把這些處理過的水，然後再回收循環再利用，所以我們養豬不會造成環境的污染，也不會。社區都會學組副楊夢生用心打造出一套循環再利用嘅模型，對來參觀的民眾講讓嘅囤豬屎變做黃金。你們很幸運哦！你們來的時候剛好這一頭母豬它昨天才生的，那這一頭小豬是昨天生的小豬哦。你看臍帶還在這邊。能用嘅豬隻出來，也冇生，我也到是個豬肉，唔過唔是看過豬嘅嘢，很多小朋友有機會看真啊。因為我們小朋友其實沒有機會實地到豬舍參觀，那透過參觀的過程裡面，他們了解到其實豬舍不是這麼臭，而且他們透過回收課程裡面，其實那些資源都可以再利用，然後他們有機會遇見剛出生1天的小豬，非常有趣。他第一個體驗到的就是說，豬場已經到了，但是不太聞得到那個味道。那這樣子第一個給他一個第一個觀念就是說，豬場不一定是髒臭亂。唔但搶改變，大家吃到豬料做，粗胖胖嘅嘢刻板印象。楊夢生嘅豬料韓國有環保意識，咩係社區建築其中一個特點，還係外界來參觀體驗環保教育嘅場所。
社区如果说需要我们协助的地方，那我们尽量去协助。那就是把猪场自己本身猪场的环境做好，把那个味道降到最低，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居民。那再来就是做敦亲睦邻这个动作。如果说有这样子可以配合的话，应该社区的居民会那个反弹的声音会降到最低。为改变猪料本人是快快的影响，不卡有主为有个两团人的养模式，门内个多机汉从单位前来处理环境问题。体现以屯传统嘅猪栏起高，加搭铁架嘅猪嘅就唔會喺天內向發通也係水母，飼料歸下嘅會流到下背，安尼豬嘅就唔會溫到熱身飼料，咪就看唔會暗處，就上到種水嘅也得本錢。我们这个是5星级的月子中心，那主要的特色就是说，我们用高床式的，那再来就是我们温控、密闭、负压、水帘，猪在里面生长的话，就是它就觉得很舒服。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整个环境的话，就是能够把这个猪场的味道降到最低。养模式含大抽出循环再够利用的设備，安尼自然就發揮到最大嘅效益。这个是3段式废水处理设施，那第1段就是故意分离，然后我还有做那个2次的分离，然后第2段就是厌气处理，然后第3段是曝气处理。處理各位豬嘅嘅飼料，就拿來做天然嘅有機皮，提供本沙企嘅人來種菜好用。猪便當黃金，然後再曬乾後，再來做這個有機無毒有機土，這樣大家共同來家做這個菜園，大家開心，做起來有這個土味，有這個鄉土味，有這個感情安尼啦。用環保嘅方式來協助嘅，有效解決排出碳排放嘅問題。養模式和屯社區有過好嘅合作，唔但搶發展自家嘅事業，社區居民免唔會鬧。協助嘅人愛賺錢落實，一般民眾愛講熱嘅，萬人講做唔得兩片秋菇到秋切，看養模式嘅做法就係一定賺嘅利嘅。